歡迎大家收聽啦！呢個係嘛意大利足球嘅一個叫做特備節目啦嚇，或者係一個即係專門講意大利波嘅節目啦。咁啊嗱，呢個節目有幾位主持嘅，咁就係有咁多咩？有，咁就小弟 Anthony 同埋好拍檔房中偉啦嚇。咁咧嗱，我哋原來錄呢個意大利足球咧，咁啊即係自從即係嚟咗呢個新環境做節目之後啦，其實新環境而家變咗，已經係慢慢變成一個舊環境啦。咁咧就我哋其實應該第二次喺度錄啦。其實上一集好似上一集好似得我啫喎，諗下。係啦，我就唔知去咗邊度啦，我自己都唔係好記得清楚啦。10月27你去邊啊？你有冇去咗？好似食緊聖誕火雞啊嘛！你食緊雞啫，冇火雞。你有不在場證據嘅，咁啊大家睇翻上一集就知房中維係缺席嘅。嗱咁樣咧，今日咁啊，意大利波就一定要講講就係意大利國家隊啦。咁其實就意大利國家隊，我本身就唔係好想話落太多筆墨落尋晚場波嘅，因為我自己最主要 focus 就係喺個帥位嗰度啦。係我都同阿維講過呢一個。係一個幾好，我自己覺得係一個笑話嚟嘅，真係一個笑話，就係一個即係你大家知道講緊干地啦，咁佢其實係完咗上一屆世界盃阿帕蘭迪尼請辭之後，咁干地接棒啦，咁即係原則上佢可能帶領呢個我哋即係國家隊打外圍賽啦，即係歐國杯外圍賽，咁即係外圍賽都只係屬於可能外圍賽啫，咁或者一啲友賽啦，即係好似尋晚咁打和西班牙啦，咁咧。就喺未打，即係16就打歐國杯嘛，咁啊6月頭打啦，咁啊大賽都未打，一屆大賽都未打，咁啊已經知道佢打埋呢屆大賽咧，咁就會走，咁即係佢都會教埋打埋嘅嚇。我諗佢係有啲波不得志嘅，因為大家見到好多新聞咧，就係見到佢同意大利足協啦，各方面又唔肯妥協，又唔肯讓步，譬如話賽程啊，譬如話啲即係操練上面啦，又可以希望多啲時間。同國家隊一齊操，咁但係呢方面兩邊好似唔係好傾得埋，所以佢有啲好似其實有少少不歡而散啦。呢個係即係老實講啊，每一個國家隊或者即係譬如香港隊咁，其實同樣有呢個問題，即係你特別其實意大利國家隊已經係相對容易召集啲啦，即係譬如你話有啲嘅譬如葡萄牙咁，或者比利時，比利時可能。佢都好容易召集，因為喺晒英超，咁即係其實意大利相對你召得都唔係話好多呢個海外嘅兵，即係海外兵嘅，即係事實上意大利球員留去出邊揾食嘅，亦都唔係真係好多。其實呢幾年喺 PSG 嗰幾個已經叫做係嗰幾個咯嚇，就咁樣樣嗱。咁我自己就少少評價你走咧。其實我覺得唔係話什麼問題嚟嘅，即係譬如有啲朋友提翻我，喂，原來雲高爾都係咁樣樣，即係14年世界盃，即係1、2都仲係上一手帶噶嘛，咁即係佢淨係又係嗰陣時莫耶斯，即係阿維你清楚啦，即係莫耶斯係仲有幾週英超嘅時候俾人炒噶嘛，係啊，咁及後就即係知道雲高爾，即係雲高爾又係帶荷蘭打世界盃之前已經係確認咗會教曼聯咁。即係干地就確認咗佢會走啦，係咪教車仔就好難講。暫時我都唔夠膽肯定。咁我即係覺得就你即係好簡單啫嘛。你話如果呢件事有問題同埋冇問題，咁一定係趨向有問題嗰邊噶嘛。係咪我自己咁睇？影響軍心。即係特別係你嗰班球員嗱，你理論上你落到場或者每一次操練你都係搏盡啦。咁但係你。譬如你一時之間你適應咗干地呢個打法，即係譬如干地就係好注重個效率啦，個紀律好嚴明啦，咁有一套自己嘅風格，咁你去適應咗呢樣嘢，咁下一次你好快即係你教埋呢次你都唔教㗎啦，咁我又可以球員個心態又唔知點咁啦，即係有勒得唔緊，即係你總係會揾到一啲即係負面嘅嘢，就會多過正面咯。咁我又唔係好明白或者唔係好理解。點解要喺事前去公佈咯？係啊，正如我哋都近排談論得多嘅就係帕利堅尼嗰個問題啦。即係雖然唔係好關意大利足球事，但係又係頭先即係我哋喺度講緊今年特別多啊。譬如哥迪奧拿啊咁樣，到而家帕利堅尼，到而家干地咁樣。點解好似今年特別多呢啲教頭咁早就話講明話會離開咧？咁樣其實始終都唔係一個好嘅現象。
嚇咁嗱，遲啲可能下一集個 topic 就會即係邊個接個帥位啦，或者話圍繞住歐國杯嗰個正賽啦。嗱咁其實國家隊尋晚又打一場波啦，咁我覺得嗰場波參考價值就不大啦。咁即係反映到就係都相對個場面係比較沉悶一啲啦，因為我就預期到㗎啦。其實呢兩隊困埋一齊，睇下係咁係。事實上佢都係一個老對手，即係譬如如果你話歐國杯上屆歐國杯嘅決賽咯。咁就係即係就係兩隊嘅對碰啦。咁嗱，咁其實我哋又可以 focus 翻喺嗰個選人嗰度啦。咁今次迪羅斯係受傷啦，派路就冇入選啦。咁你話係陣中入邊有啲咩即具經驗嘅？譬如睇下高莫達啊，蒙道利華擺後備啦。咁邦路斯啦，保方邦路斯。其實邦路斯都28到嘅喎，但係你話即係如果國家隊經驗嚟講，都算係咁上下啦。其實呢幾年真係叫做上到位，我諗即係後衞啊，係邦路斯啦。咁嗱，其實我同阿維就最主要睇下一啲可能入選過幾次啦，或者一啲即係新入選球員嘅表現。嗱，我自己覺得其實最初咧，恩切尼同干地咧。好似係有啲嘅矛盾嘅嗱，即係首先喺嗰個我諗個踢法上面啦，即係干地就可能要求要強悍一啲啦，即係你個技術個細膩程度並唔係干地一個首要嘅元素啦，咁即係變相又我記得應該係追溯翻大概半年前咧。佢曾經係干地選過佢嘅，咁跟住及後又因為因傷退隊，咁干地又有些少微言，咁即係結果恩切尼佢及後嗰幾個月都唔係話經常有，即係直頭冇乜點入選嘅，咁但係今日就叫做打翻場爭氣波。係特別後備入替啦，因為其實本身個正選陣容咧，其實呢場比賽係一個3-2啦，或者近期咧，或者大家可以預料得到嚟緊歐國杯嗰個陣式咧，都應該係傾向一個3-5-2。即係3個中堅配2個翼位嘅陣式，咁其實都慣常干地用嘅一套嚟㗎啦。咁就前線咧，呢場比賽即係琴晚就用艾達加柏尼。其實外圍賽去到後期咧，呢兩個球員經常都係一齊火拍住正選披甲嘅。咁但係今場波咧，我覺得或者近期啦，艾達嘅表現咧，令到佢呢個位置嗰個正選席位咧有啲搖搖欲墜啦。其實艾達即係我自己睇波啊，即係唔好話淨係睇意大利波啊。你睇埋其他，我覺得呢類型即係艾達呢啲前鋒，即係少少速度啊，少少技術啊，埋門都勉勉強強，叫做又唔係話差得好緊要，咁就僅此而已。即係你話佢係咪咁？當然意大利傳統食糊就唔係靠前鋒，咁大家都知。咁但係艾達我就覺得即係普通料咯，中庸啲啦，係非常中庸，非常之咁中庸啊。咁反而就係而家。你知阿維尋日我睇到嗰個正選陣容咧，我係諗緊，因為其實佢干地佢係可以打4個，可以打3個後衞噶嘛。即係我初頭係諗阿邦魯斯同埋艾斯托係打中堅，跟住達美安打左閘，科蘭斯打右閘。我初頭係諗住咁樣嘅，跟住打下打下發現，咦唔係喎？點解達美安即係總之達美安就好似褪咗入去，跟住打3個中堅。其實我自己覺得達美安打呢個位咧，佢又好似唔係話最好，因為佢可能頭槌又麻麻地啦。咁你話佢喺後邊用到波，我覺得又唔算係一個真係可以派埋波或者帶埋個波上去。咁係咯，咁即係但係如果干地咁樣取捨，即我覺得因為打得好嘅，譬如基亞卓利尼啦，因為嗱我經常掛喺後邊就係12年歐國杯意大利第一場波，其實就係對西班牙嗰場波，意大利咪就係打3-5-2咯。跟住佢亦都就係嗰個位啫嘛。係啊，咁啱就係基亞卓利尼就係打左翼位嗰位。其實嗰個表現，我覺得都到而家即係當然今屆佢可能唔係喺什麼強隊效力啦，即係只係波洛尼亞啫嚇。咁係原屬球會新特蘭都並唔係什麼強隊，咁叫做翻到嚟波洛尼亞就好似多翻啲機會入選咯。即係其實佢喺新特蘭嗰排，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公平嘅，即係因為其實你出咗去揾食，當然呢個選擇權可能喺你自己度啦。咁但係意大利度就係咁，你除非超極具名氣啦，即係如果唔係咧，你出咗去揾食入選個機會咧，就真係降咗好多。尤其是佢喺新特蘭表現亦都即係唔好話表現啦，連出場機會基本出場機會都少。咁但係佢呢場比賽其實佢叫做重施故技啦，翻去個左翼位置啦，叫做入波嗰下咧，其實都叫關佢事，即係叫做成場比賽喺左邊嗰個發揮啦，同右邊，我覺得呢場波運用兩邊翼位咧都幾有方自如嘅，尤其是右邊咧，我自己覺得幾好睇，因為有簡達利華。簡達利華咧，其實我本身佢
前2-3年咧，我幾中意佢，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幾爆炸性嘅球員。佢好簡單直接嘅啫，真係右邊擺落底推撳個波埋中間啊，或者硬射硬爆你一腳咧。呢啲球員勝在真係叫做有嗰個震撼力喺度，但係令人即係佢一個球員都有愛有恨啦，可以令球迷。但係令球迷恨嘅地方就係佢有時處理一啲波真係好粗。咁呢場波咧其實叫幾啱用嘅，因為喺右路咧佢落底啦，佢嘅爆破啦，其實做到構成到好多威脅。我自己睇簡達華呢個球，即係佢你腳下功夫又有，唔係好似我哋講嗰啲前鋒咧，即係世界波又射得入，但係有陣時單刀又就炒粉嗰啲咧，即係簡達就有陣時咧，你見到佢可能一個過兩個啊，或者突然間有一下好靚嘅過人，跟住又左腳出波又有個助攻咁樣，跟住突然間佢又可以面對面交失下波啊，又唔到腳啊，又浪射啊，係咯，即係個穩定程度好似唔係好夠，但係你拎得起手簡達華反而佢個位我又唔擔心，因為譬如你話而家技術型嘅球員，其實意大利其實係有幾個一陣一陣咁上緊嚟，譬如今次都有我幾驚喜嘅賓拿迪斯治啦。其實睇由費倫天拿，我記得今屆佢哋備戰嘅時候又對過巴塞啦，其實佢已經係好嘅表現。咁去到呢個意甲開呢，咁佢又持續有正選嘅機會啦，咁啊着埋10號波衫，咁基本上佢其實之前都已經係小國腳嘅常客嚟㗎啦，咁即係佢入選，我希望係可以持續得到咯。咁譬如你話意大利國家隊而家技術型嘅球員，其實真係開始慢慢好多啊。譬如波拿雲杜拉啦，即係呢個球員今屆 AC 我要揀一個發揮第二穩定嗱，第一穩定我都係巴卡啦，即係第二就我會揀呢個波拿雲杜拉㗎，第三我會揀龍門啊，即係呢個多拿魯馬，真係喂。你迪亞高羅比斯係抵坐嘅，講真嚇。咁啊，之後講到去，譬如嗱艾沙拉維，阿維，你覺唔覺得其實佢今場波，喂，因為之前佢可能因為傷患啦，或者又間唔時換下領隊，即係佢入選嘅機會又唔算係太穩定。咁我覺得其實你揀得佢咧，你又唔係話要搶分成績呢啲友誼賽，我覺得其實可以俾少少機會去試下。嗱，一個佢一個邦拿雲杜拉啦，呢兩個球員咧，啱啱呢場對西班牙都係1分鐘時間都冇踢過。咁啊，但係嚟緊就其實29號就會對德國嘅，咁睇下會唔會有佢哋兩個嘅蹤影啦。咁事實上頭先講過幾個球員，包括埋呢場波入波嘅恩辛尼咧，幾個都係喺中前場好靈巧嘅。咁呢個我覺得對意大利國家隊嚟講咧係咁多年都好少見。但阿維，你覺唔覺得其實兩個前鋒可以棄一個，跟住換一個，譬如賓拿迪斯治或者艾沙拉維？甚至少少有陣時都會創造到下機會嘅沙沙，即係佢，我覺得呢幾個，因為你夾落去咧，我見到艾達同埋帕利，佢哋都可能係好積極去搶點啊向前啊，但係有陣時又跌咗啲啊，即係嗱，你話帕利佢可唔可以供應到俾艾達？我覺得唔算好多，即係極其量可能1-2下吊高波係易傳，但係你90分鐘都要吊高波係一件好瘋狂嘅事嚟㗎嘛，基本上 OK 唔係話好嘅。咁艾達就你俾到佢，佢又可能做到功課。咁但係你話相互之間，尋晚嗰場波就睇唔到一啲太過，即係佢兩個都唔係屬於我好中意或者意大利成日擁有嗰種9號半。因為如果你問我咧，我就覺得柏利喺我心目中仲有啲份量。我記得我同你傾過呢個話題咁都，不過柏利其實佢嘅二傳嗰個功架咧，始終嗰個級數係有，但係艾達咧。同佢嘅呼應唔係好夠，咁所以如果係柏利，譬如加一啲靈巧嘅恩辛尼啊，或者係艾沙拉維呢啲咧，個效果可能更加嚟得唔錯添。咁但係柏利咧，俾人感覺就係令到意大利國家隊而家有多犯波咯，因為其實你睇呢個入選陣容上面咧，其實除咗佢之外，仲有奧卡卡。當然奧卡卡我諗嚟緊16年應該未必有佢份，咁但係柏利喺陣中咧就係呢啲二傳啦，一啲就係橋頭堡咁嘅角色咧。其實我覺得令到而家意大利嗰個進攻上面亦更加立體啦，更加多一個 Plan B 咁樣咯。可以話其實一路都即係以往都會有1-2個即係高大呢啲喺上面，譬如以前韋利啊、盧卡東尼。甚至伊亞昆達啊咁，即係佢哋都會有呢類型嘅角色喺個隊入邊嘅。咁唯獨是就係你唔好兩個咯，即係啦。我覺得艾達夾柏利，譬如你話嗰陣時嗱，阿維頭先就話去到外圍賽後尾期咪即係柏利就搭艾達嘅。其實最初期係咩？
係沙沙拍音樂俾你㗎嘛。其實我覺得嗰個係其實幾好，不過冇辦法啦，即係兩個都嗰屆打得即係一屆打得好，咁去轉咗會，咁及後個上場機會唔穩定，咁國家隊就冇辦法，一定要揀啲即係有狀態嘅球員。咁唯獨是係即係唔係話因為佢喺羅馬即係艾沙拉維，我覺得佢翻到嚟即係佢事實上佢都開口講到明。佢翻到嚟羅馬，佢係好希望即係喺意大利國家隊，即係除咗為羅馬爭取表現之外，佢係好想喺國家隊證明到自己。即係你環顧咁耐，其實小法魯佢應該係嗰陣時應該13年，即係大概3年前嗰屆洲際杯叫做有少少嘢睇下，即係喺國家隊，其他基本上佢同國家隊無緣。但係呢個咁有天分嘅球員，我即係希望佢即係干地會，即係當然佢教埋呢屆啦，即係希望佢會揀埋佢去打大賽咯。係。相反莎莎咧，我自己我對佢嘅評價就唔係咁高，特別係今季咧。佢雖然我知佢出場時間好有限，咁但係喺佢有限嘅出場時間上面，佢其實證明唔算太多。另外佢紀律亦都有些少問題，可能有時即係比較魯莽啲啦，同埋佢個基本功開人控球上面咧，未係最耍家。咁所以我覺得琴晚其實干地有俾機會佢嘅，佢都偶會有靈光一閃嘅鏡頭喺佢身上出現啦，但係。我諗現階段結合埋去到季尾咧，即係當然祖雲達斯而家已經係歐聯出咗局啦，咁啊剩翻聯賽同埋即係季尾嘅意大利杯咁樣。咁其實佢出場機會就一定係更加少之又少噶啦。咁所以喺球會唔係咁多上陣機會嘅情況之下咧，去到歐國杯咧，極其量都係第3、第4勢力嚟。即係而家我覺得個前鋒就其實唔愁嘅，因為你要選擇咁多類型又有啦，有經驗嘅又有，後生要爭取表現，又有咁為到成個後防嗰度，譬如我睇咁耐艾斯托利，其實呢個球員真係半桶水咯，即係我始終係給予唔到我一個好穩健嘅感覺，咁即係巴沙利就其實年紀有翻咁上下，但係其實巴沙利。佢係咪真係好好？係好咯，即係又唔係去到好好。咁唯獨就係佢3個會有化學作用，係有個加成咁叫做加埋補方，我自己放心少少。即係講緊3個就係啊，幾廿年嚟幫到少咁巴西同埋補方，即係我而家買佢哋買個默契，即係始終而家呢一代嗰個後防係睇下，譬如盧簡尼呢啲咁，但係佢始終係喺個球會嗰度又係打，即係又係打個後備咁。係咯，即係睇下阿維，你就自己睇，覺得意大利國家隊即係今次總結一下個選人有冇得再揀下咧？其實我諗中後場啦，特別係因為呢一輪嘅國家隊大名單啦，因為有唔少傷兵，譬如巴沙利啦、基亞連尼都唔喺度，華拉提啦中路，咁啊仲有迪羅斯等等啦。咁所以其實琴晚呢場比賽正選陣容咧，或者嚟緊對德國嘅正選陣容咧。同16年咧就肯定唔可以咁樣相提並論嘅啦。咁所以我都相信艾斯托里啊、達美安都唔係中堅嘅正選啦。咁但係你話出到話最 full team，祖雲達斯3保加埋補方咧，其實牌面上睇落咧，當然就可以值得信賴。但係我近期覺得啦嚇，我只係少少觀感就係已經冇以往咁牢不可破，係有多咗少少缺口。特別係如果中場嗰個屏障唔係話咁硬淨、咁掃蕩，嗰個攔截力咁強嘅話咧，其實意大利條防線唔可以話係好穩健嗰隻。即使係出盡祖雲達斯4步。如果翻到國家隊，你話譬如有馬治斯好翻啦，有科蘭斯呢啲啦，咁啊再加埋可能泰亞高莫達或者迪羅斯，如果喺前面，咁我覺得去到大賽都暫且給到人信心，但係就係得呢幾位球員。你諗下阿維頭先講嗰啲球員，即係譬如因傷，譬如華拉提、巴沙利、基連尼呢啲傷咗，補選係補咩人？就補艾斯托利、蘭奴基亞呢啲咁嘅，即係呢個級數，即係呢個水準嘅後衞。即係可以睇得出，就而家基本上係干地個後防個選擇真係唔係咁多嘅啫。同埋中場我哋都未提過帕洛魯啦，其實帕洛魯都係大器晚成嘅球員，咁但係一定就唔係長遠國家隊喺一個計劃上面。佢尋晚都係見人交下波、hold 下波咯。但係呢家就即係呢個就唔係帕洛魯嗰家波嚟嘅，佢其實就真係最出名係佢後上嗰個埋門啦、全能中場啦、走動啦、覆蓋面啦。但係呢場波佢拍住莫達，理解到佢喺角色同埋定位上面可能有啲分身不下，但係點計都好啦。其實
佢點都唔會係16年嘅正選嚟啦。阿維你頭先講即係祖雲達斯啦，咁我哋即係踢落下個題目啦。咁即係講下意大利球隊，即係而家去到歐聯就冇晒啦。咁其實歐霸都同樣係即係陰溝裏翻船啦。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係嗰個事實上你話論晒咁多個對碰咧。喺個能力上面係真係輸嘅，即係我成日講一樣嘢，優勝劣敗係冇問題嘅。咁即係譬如我哋之前喺球星台嘅第二啲節目都講過，譬如祖雲達斯啊咁樣，即係祖雲達斯嗰下可能阿維頭先都講咗，其實係真係輸。第一就我哋之前講係，我覺得艾力格利係要負上啲責任啦，即係冇理由個換人係可以直接令到對方嘅優勢叭叭聲咁升嘅，呢個係唔能夠接受嘅。咁第二就係我想研究就係嗰個心態。因為譬如意大利國家隊其實嗰個防守自問係好好噶嘛，即係佢哋自己覺得自己個防守好好噶嘛。咁變相就佢哋係唔係喺譬如你見到祖雲達斯對拜仁嗰場波，去到70分鐘打後，好似唔介意自己縮到咁後咁嘅，係好覺得你咪攻咯，全面攻防戰啦已經。佢係覺得你咪攻咯。我睇落去啊，俾一個觀感就係你哋攻過嚟，佢覺得自己係守得住，又係嗰個老問題啦。因為其實而家球壇嗰個最新個發展形勢，大家都好講究中前場個壓迫逼搶，但係唔好講話意甲而家頭嗰幾隊波啦。其實甚至即係大家好多時見到意甲中下游嘅隊侶啦，好多弱隊都唔會話採用啲比較保守、比較消極嘅防守戰術、防守伎倆。咁但係你相比翻其他嘅聯賽，英超、西甲、德甲也好，都係中下游嘅球隊咧，照喺前面同你焗，照喺前面同你搶，有嘅係活力，有嘅係嗰個逼搶嘅硬淨程度。咁呢方面意甲明顯上係唔能夠接軌。係啊，即係呢個唔能夠接軌，又係我一路強調嗰個心態，因為佢哋永遠覺得仍然係自己嗰套係最好咧。好似我哋舊陣時喺另一個地方做節目嘅時候都討論過呢樣嘢，即係點解我要去學你啊？係咪？即係佢哋成日就係諗呢樣嘢，我冇理由即係我要去改變自己去學你。但係而家嗰個因為足球係一路發展嘅一個運動嚟㗎嘛，咁即係有啲嘢大家學得到或者係好嘅，我又覺得即係你唔使話俾人聽你學㗎嘛，即係你覺得嗰樣嘢好，你咪做咯。咁但係即係人哋做先嗰樣嘢，係咪代表你唔可以做咧？係嘛？咁又唔一定㗎嘛。咁嗱，祖雲達斯呢度其實節目就強調過啦。你阿維仲有冇補充？不過其實唞晒大氣咁。係因為話翻轉頭就係講話，喂，意甲今年歐聯、歐霸咁早已經全部反晒船咯，係咪又代表意甲呢個聯賽，咦又即係向下沉緊喎？但係其實大家記憶猶新。上季好多隊都喺歐霸度一路咁樣去到最後階段啦，譬如講緊拿波里啊、國際米蘭啊呢啲拖連奴都可以喺分組賽度出到線。咁其實嗰個反差之大，又係唔係真係令人開始感到擔心咧？其實我又覺得未必嘅，因為其實你環顧翻今年出局嘅意甲球隊咧，好多面對住嘅都係唔嘢少噶嘛，譬如拿波里輸咗俾維拉利爾，維拉利爾揀嗰啲而家喺西甲都係排第4啊，係咪先？咁仲有譬如費倫天拿，你都係輸俾熱刺亦都係嗰個進步亦都好明顯啦。咁另外祖雲達斯亦都係輸俾地上最強嘅拜仁，咁係咪就係證明到即係咪要值得擔心咧？我覺得係未必，但係毫無疑問一點就係由於國內而家嗰個爭歐聯嗰個席位咧。縮減到一個啦，即係縮減咗一個啦。咁變咗其實球隊喺雙線作戰，即係歐洲賽同埋聯賽嗰個平衡。之前其實都有介紹過，就係譬如拿波里咁樣啦，佢會唔會犧牲喺聯賽保住頭2位，而走去同你去搏歐霸，攞到歐霸冠軍先至可以參加呢個下屆嘅歐聯咧？嗰個心態上面嗰個分差。但係拿波利嗰場波，即係對住維拉利爾嗰個表現，即係大家其實你話邊一隊出線，我覺得都好合理。即係兩隊嗰個表現都係 OK。咁但係冇辦法，你兩隊波強同強困埋一齊嘅時候，即係拿波利可能就唔知係驚西班牙球隊定咩？即係上年嘅歐冠嘅附加賽，佢係俾畢爾包淘汰噶嘛。咁
即係而家再輸俾維拉利爾。咁阿維呢個講法又我覺得係成立嘅，但係你去求個答案，究竟佢哋係咪咁樣諗咧，就好難嘅。或者即係總之就係大家繼續睇多呢一兩年嘅幾年嘅發展咯。我覺得而家嗰個寄望就係米蘭雙雄佢哋而家咁具資本嘅投入咧。嗱，譬如你知我早幾日諗一樣嘢咧，我哋邊個兄弟喺我哋熱血足球世界群組咪 po 一單李斯特城班主泰國人咪喺度，即係用一啲宗教嘅儀式咁去處理一啲嘢啦。咁我就喺度諗 AC 米蘭而家個班主呢個 Mr B 又係即係接近嗰邊係嘛？即係唔好話又做翻同一樣嘢，即係可能佢見到都好似都仲可以俾多啲錢喎，係嘛？咁如果喺嗰度再有多啲，因為其實我幾中意今屆 AC，即係唔好話佢因為多咗啲前號碼球員啦，即係喂，起碼你銳意你本土化啊嘛，即係呢個係我而家我幾中意睇 AC 嘅。喂，其實你譬如你羅馬仔嗰啲，你有啲甩漏嗰啲，喂正常啊大佬，係咪20歲21歲打個中堅，邊個唔甩啫？屌你落去啊，係咪先？講真，譬如你話迪仔嗰啲都即係23、4出頭，喂後衞你係要嗰啲交學費啊嘛，係咪？即係你而家成日笑佢屌2800萬係嘛，買個人翻嚟，唔知第一場波又輸12碼紅牌咁，即係阿羅馬仔咁，即係唔知係咪第一場。總之就好多批評，因為我覺得其實你 AC， 我覺得佢而家佢係受得起呢個本錢，佢有乜所謂啫？即係你呢1-2年，我咪俾啲人去浸下咯，係嘛？我覺得係其實幾好咯。咁仲有就係米克羅域，其實嗰個能力以往係見到嘅，咁佢亦都屬於嗰種真係好振奮到成隊波士氣嘅一個教頭啦，幾個血性嘅教頭。咁其實米蘭雙雄同你話齋資本投入咧，嚟緊可期佢哋係復甦有望嘅，特別係國際米蘭，我會比較睇高些少嘅，因為其實佢哋真係好多好有能力、個人能力強嘅球員咧。如果冚得埋一齊，真係融入得到嘅話咧，絕對係有能力一爭。季初大家見過，不過真係你揾著文先嚟搞就，哎呀！我自己覺得，我季初如果你記得嘅話咧，我同你講過，我覺得國際米蘭有機會爭下聯賽冠軍，點知就文先嚟就，我覺得佢係有少少責任，因為佢令到隊波嘅穩定性呈現唔到出嚟。即係國米呢隊波今屆咧怪怪地，就係佢突然間佢可以5-6輪不勝，跟住有一排又贏翻3-4場漂亮嘅勝仗咧。即係譬如佢嗰排又嗰個泰，即係雖然佢啱啱贏咗喺意大利杯贏咗人達斯，我記得，跟住聯賽嗰場輸嘅，跟住可能又對波羅尼亞、巴勒莫嗰啲，其實都係苦戰，跟住對住羅馬，我諗住羅馬主場其實又贏佢噶嘛，跟住唔知嗰場又打士氣波，即係一個我覺得係幾文仙尼其實係佢有陣時咧，佢嗰陣時啲場面係有啲古怪，佢啲陣式咧有陣時又換人啊之類，有陣時又啲逆風又唔知去晒邊，中間又一注賽咁樣，跟住後防組織上去又唔流暢嘅，但係有陣時又靠前面個人質素都又救翻佢啊，咁就係，但係我諗暫時文仙尼個帥位應該都幾穩陣。係望係，總之希望寄望就係，譬如 AC 米蘭、國際米蘭、費倫天拿呢啲咧，而家係爭緊叫做第3個歐聯嘅席位啦，咁啊即係附加賽嗰個席位啦。咁聯賽方面其實都好清楚㗎啦，祖雲達斯同拿波里之爭。咁其實嚟緊剩翻嘅8週聯賽咧，兩隊波嗰個賽程其實都有少少相似，都分別有2場作客幾難打。祖雲達斯就作客 AC 米蘭同費倫天拿，拿波里咧就要作客去到羅馬同埋國際米蘭。咁其實都仲有好多張力嘅。咁但係發揮正常嘅話，其實之前都講過啦，即係特別係祖雲達斯當時未喺歐聯出局之前咧，我都覺得佢哋會喺歐聯出局，然後聯賽專心翻去聯賽咧，嗰個聯賽冠軍係囊中之物嚟嘅。到而家我都係咁講。咁而家喂嗰陣時3場唔知淨係1和2負啊！嗰陣時咪嚇到啲人雞飛狗走。咁但係而家祖雲達斯即係佢啲傷兵咁樣出翻，又證明到即係佢真係喺意甲仍然係實力嗰度仍然仲係排緊第一位。咁喂，去到節目尾聲啦，阿維好似有嘢同大家介紹喎。係啊，因為
又有一個神奇故事想同大家分享下，就係、今季大家都知卡比同費辛龍尼啦，兩支都係首次升上意甲嘅球隊啦，暫時仲係為緊護級要奮鬥啦，但係嚟緊咧，可能好大機會大家又見到另一支首次升上意甲嘅球隊，就係講緊克羅托內啊！呢支1923年成立咧，差唔多成100年歷史嘅球會咧，其實而家喺2月就領先緊第3位嘅球隊咧，差唔多成14分，即係話頭2位嘅直接升班資格咧，都已經坐定粒六㗎啦。咁話說呢隊波咧，其實就喺好多意大利人民心目中咧，特別係呢個城市咧，又話佢係死城啊，又話佢係交通配套最差，失業率又話最高，連住喺嗰度嗰啲年青人咧，佢哋都話：冇前途㗎啦！住喺呢個城市啲年青人冇前途㗎。咁跟住又話個球場隔離有個醫院，醫院入邊啲病房都可以睇到波，真係都幾令人感到好似有啲即係同情啦。咁所以嚟緊呢隊波，如果真係上到意甲嘅話咧，又會掀起另一個話題嚟。冇錯係咁啊！大家即係除咗留意意甲之外啦，即係都可以睇下2月。其實譬如而家排緊第2嘅就卡利亞里啦，好多人，但係譬如你話後邊路華拿啊、史比沙嗰啲，其實一樣係意甲，其實唔係大家經常可以睇得到嘅球隊。譬如你分分鐘可能下次又爆隊薩斯索羅嗰啲嗱，嗰啲球隊上嚟可以真係有啲嘢俾大家睇下嘅。OK 啦，今日集意大利足球嚟到呢度，我哋期望下一集好快再可以同大家見面。拜拜。拜拜。